就係中國共產黨咁多監控鏡頭啊，你舉張白紙出嚟，人哋都可以揾到你。但係你話細路仔一唔見嘅，人一失蹤嘅，佢又揾唔到。你睇下北京有400幾萬個監控鏡頭啊，400幾萬屌！北京有幾多人啊？而家北京頂盡都係2000萬人啦，平均5個人呢就有一個鏡頭裝喺頭頂度。400幾萬個鏡頭攞住你哋每個十字路口嘅紅綠燈，攞講都快要壓塌嘅。全部都係高清，又會喐啲監控鏡頭。有人教友寫信俾我，話對共產黨特別失望。點解呢？因為佢就係做監控鏡頭，嗰啲人體識別就係所謂動作捕捉嗰啲。佢話我哋呢啲全部都係由以色列引入嚟。佢話我唔講過邊間公司啦，4個字嘅，係最大嗰啲公司。佢話我哋最初全部都係由以色列引入嘅，由以色列引入嗰啲監控鏡頭 AI 自動識別。其實以色列好早就已經有呢種自動識別技術，咩自動識別、自動報警，你根本唔使有人喺度攞住。動作捕捉啊，動作捕捉，以色列可以捉到人吐槍吐袋，只要有人喺鏡頭入邊做嘅由袋拎咗出嚟嘅動作，鏡頭即刻會向監控室發出警報，話呢度有可疑人物，掏包屠刀攞炸藥，就類似咁嘅動作捕捉。佢話我哋公安部攞到呢個之後，馬上同以色列人講，我哋唔需要捕捉呢個動作啊，我哋唔需要屠刀屠包，我哋要乜嘢？我哋要舉牌，舉棒子就係教自己腦袋上水，攞出崩嚟或者攞出紙嚟。我哋就要以色列人開始唔係太理解嘅，講攞出紙嚟，攞呢個水棒出嚟，咁你捕捉呢個做咩啊？笑而不語，去做便事啊！所以以色列俾我哋中國呢個版本就係動作捕捉偷包，人哋係吐炸彈，我哋就係吐槍，我哋就係吐刀啊！人哋係吐槍吐刀吐炸藥，我哋就係吐紙啊！只要舉手，只要有個標語舉，即刻自動識別捉你。咁佢心碎咗咩呢？佢嚟昆明做咗第一個項目，就係昆明火車站嗰單砍人事件啊！就係當年嗰班維族暴恐分子嘅昆明火車站睇住大砍刀周圍砍人，佢哋嘅項目第一個項目就係要擺咗昆明火車站，俾昆明市政府咁明白，聽得明呢個項目咁好，即刻下緊急命令，佢哋第一批昆明嘅高清動作捕捉攝像頭全部裝咗昆明市政府同埋雲南省政府門口。雲南省政府同昆明市政府大門前邊嘅廣場同路口全部都裝咗第一批。唔夠2個月，火車站就發生斬人事件，就係嗰段時間。佢話我真係好痛苦，如果呢個政府係一個關心人民嘅政府，一定會同以色列嘅經驗，將個以色列專家提出嘅方案安裝咗火車站、機場啊人流多嘅地方。而我哋嘅中國領導睇到以後，第一時間就擺到咗佢哋辦公樓前邊。所以如果我哋當時係裝喺咗昆明火車站前邊，絕唔會出現咁大嘅傷亡，絕對唔會話喺嗰邊人都佢媽斬成罌，倒地一片啦，然後警察先攞佢來遲啦。呢個係事實，呢個係事實。昆明火車站係喺邊一年圍堵暴恐分子嘅斬人持續幾長時間啦？所以到而家失蹤咗咁多後生仔，揾唔着你媽嘅，你攝像頭點知道全甩咗？呢個係冇道理啊！